阿妈，我借问一下，你的手敢有一支笑？为什么你要绑外交啥？你用手捏者就知影。啊，真正拢平大吗？袂讲大指小指安尼吗？当下会啦，有当时大小指的，啊，你做这个工课做偌久啊？真久啊啦。阿妈，你这绑金吗？绑安尼一箱差不多偌济钱？会赚偌济钱？ 20几块。你讲安尼一箱20几块尔？ 20几块啊，这有诶，有当时8块1块啦。哦。啊，一箱20几块，啊10箱200外块。对啦。啊，一工有法度绑到10箱吗？有啦，啊有当时啊领100件啊，4、5件啊，啊有当包我去远的啦。我家在食我安尼少年，我毋捌甲少年提钱的。我家迄个啊，当少年一个迄个咧培养囡仔的，对不对？啊无剩介济钱啊，啊无讲袂通食安尼啦。啊，我带2个新妇啊，拢袂歹个。足快乐的，我足快乐的。